观众朋友食饱未？我食中昼，你食暗顿哦？食暗顿食饱。食饱，我这是伫斯洛伐克，澳洲，老师呢伫台湾，台人，咱做伙来讲台湾吼，真趣味吼，以及这是足少人知影诶代志吼。咱今仔日来迄个赶牛哦，今仔日拢是牛呢。我还会记我细汉诶时吼，最爱看牛诶，我感觉因足厉害诶，会当拖迄个牛车遐尼大台吼，来佫拢袂矮呢。但是我印象足深诶，就是看牛诶流目屎，毋知影是啥物原因，伤忝啊，是安尼吗？所以要来讲，今仔要来讲即个宣教师吼，伊是跟牛有关系哦。大家敢要看觅下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叫做啥物？即个名做歹读。叶丹丽啦，年丹丽啊，年台湾话叫做叶，所以咱会当读做年丹丽，因为是用声音来点亮嘛。咱讲你照汉字翻译叫台语，叫做叶丹丽。咱今仔日第一名，美华姐妹的佳丽吼，第一名。好，所以咧，咱等下来看觅啊，即个宣教师为虾米跟台湾的牛有关系吼？毋知影有人放过牛无？老师听讲你细汉的时，恁兜饲两只。我细汉2只牛，阮兜饲2只牛，所以阮对小学1年啊，就爱开始看牛，就讲牵牛去外口食草。一直到6年诶，拢是咧牵牛。大汉以后就共款拢甲牛做伙。拢牵牛做伙，讲牛足好牵诶，就是迄细汉囡仔拢会当牵，毋免小马啊呢。即个话嘛足水吼，是老师诶朋友话哦。即个就是同事啦，较早同事。伊用油画，迄时诶油画吼，伊画一本册，拢总是画牛，画甲真迄个感情拢出来，迄个气氛拢出来，真水诶，画了袂歹吼。肖老师啦，肖老师对，所以咱要来复习吼，因为顶礼拜其实即个人是接顶礼拜迄个人诶宣教师吼。伊接伊诶课来到台湾对无吼？来甲记诶咱前礼拜讲到伊伫台湾有14年，然后游乐伯嘛是14年伫台湾，伊倒转去荷兰诶时阵，即个就来另外，今仔日咱要讲诶牧师就来。咱来看，因迄阵来伫台湾拢伫倒位，咱来看吼，伫叫做西拉雅啦，西拉雅即个族主要诶有4大社啦，因为我一社一社嘛，有新港社、小宁社、麻豆社，佮马家流湾社，有4社。但是因主要语言是用新港语，新港语是大家拢会晓讲，4社拢会晓，所以咱即摆像即摆伫台湾来讲，咱有一个叫做西拉雅国家的公园，即个公园是范围内呢，就是南部有5个湖啦，水库，就是詹文水库啦、乌山头水库啦、白河水库、尖山边，佮有虎头边，即5个水库诶边诶范围，甲伊划做西拉雅的国家公园，这是目前的情形是安尼吼。但是咱顶礼拜是讲西拉雅迄族诶人去互灭族啊？毋是灭族诶，是拉美是小琉球诶，拉美族互人灭族，因为拢互人拢总掠来台湾，掠甲无半个，所以原来伫小琉球就是讲小琉球啦，就是咱较早叫做拉美，拉美诶迄个岛。
内面的遐个人全部拢互人掠出来，所以无剩半个，安尼就袂足。是安尼，所以其实是即个西拉雅是真大一个种吼，所以为虾米遐尼济宣教师因要来遮，来搁甲圣经翻做足济吼？对，翻做因诶。咱注意看，西拉雅，咱即摆咧讲西拉雅，其实即个西拉雅诶语言啊，已经灭去啊，无人咧讲。安尼哦。毋过咱即阵还阁会当甲伊找得转来，因为较早牧师有用罗马字，甲遐个音写做一个圣经语，所以咱对因为有文字诶关系，所以诶历史就袂灭无。若无文字就无去啊，有文字就会留咧。好甲在有一寡宣教师，拢有甲台湾诶资料留咧。你看，你台呢牧师时阵已经翻译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3本拢翻译了，甲使徒行传第1章，甲叫做海德堡教理的问答，这就是讲迄阵到当然咧，第一个牧师、第二个牧师也继续在翻译啦。因来以后，第一个牧师就开始翻译啊，就创造迄个成功的罗马字，然后就一直培养遐个人会当讲话、会当写字，所以慢慢甲所有的圣经要慢慢甲伊翻译出来。所以到对，到即个时阵，对，伊就是专门翻译迄个马太吼。像即个照例问答。但你牧师伫传讲圣经的道理的长时间伊看到伫台湾遮的农夫，就是遮的做事人啦，因做事真劳苦，真拍拼，拢用猪头咧骨，袂晓用牛，所以特别对东印度的群岛，就是讲东印度遐个，可能是印尼啊，遐拢属就是印度的东边遐有产牛的所在，就引入来水牛120只，水牛120只入来以后，慢慢生炭到我细汉的时，已经全台湾省逐位拢总是牛，所有的做事人拢一定爱饲牛，因为牛会当犁远啊。伊犁远较紧，迄阵无机器啊，无机械通好犁，一定用牛嘛。你若用人去骨，速度较慢。你迄车遐尼重，你用人要哪去拖？当然用牛拖较紧。所以每一个做事人拢一定爱饲牛啦。所以像阮囡仔是，逐个人拢爱甲牛做伙啊。这真啊无简单呢。原来台湾的牛是为什么印度来的？就是印度东边遐岛屿啦，还是讲印度当然印度是牧师，毋是咧讲道理尔啦吼。牧师毋是讲干那咧讲圣经啦，伊有哪改善地方的人的生活，伊就甲好的方法报互人知，甲迄个有卫生的条件，佮教互人知影。因为咱若毋捌字，伊就教互你捌字；袂晓讲话，伊就教你会晓讲话，也保留你家己的文化。宣教师就是讲宣教师的功用，对台湾的贡献是真大，对每一个角落，就是全世界非洲啦，逐位拢共款，拢是宣教师入去以后，应该慢慢开发。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宣教师拢真伟大。所以咱即摆台湾有足侪宣教师出去外国，有哪时去甲人教迄个卫生的条件去教互人知。当然一部分爱宣传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是，所以听讲伊个新港文的圣经像即个荷兰。对，即点就是较早咱遮毋是讲年代你牧师的时代已经有马太、马可、路加嘛。我即摆看
马太福音的圣经，因较早就是安尼出版的。你看正边有一个 S 哦，写一个 S，写着西拉雅 SC 开始，这边还有一个 H， 是个荷兰的 H 开头，这个荷兰文啊，迄边的西拉雅文哦，你若照伊所写来个读哦，就是奥拉的卡沃丹的 Jesus Christus 就是基督嘛 ，Jesus 就是耶稣嘛，敢若来阿拉的大卫，加那阿拉的阿伯拉罕，阿伯拉罕阿伯拉罕的后裔啊，咱目前是安尼讲，所以你看，伊甲新港话用罗马字写出来，无论放几百年后，甚至1000年后。人也阁是会晓讲，会晓听，知影讲伊是安怎。你若无文字，消灭就拢无啊。差不多10年，毋免甲100年，10年就拢消失去啊。你若文字会当放咧100年、1000年。目前台湾话共款，足侪人讲爱台湾话，较紧就爱写罗马字。若无台湾话共款，有一天就灭无去啊。就消失，伫这个地球消失。毋过你若有字伫咧，照常拢会当个捡倒来讲。咱来看。所以就是，咱即阵咧讲台语对无吼？伊就要用台语。咱即摆咧讲台语吼，因为台语吼，较早西拉雅语就是台语啦。因为迄阵汉人也未来，郑成功也未来，清朝的政府也未入来，所以所有台湾就干那原住民的话。原住民分做高山族甲平埔族，平埔啦、平埔族啦，平埔族啦，除去西拉雅以外，阁有诚济族，咱慢慢会讲着哦。因的话，若是有文字的，目前就拢有法度人去甲叫做等，若无就完全消灭去啊。另外咱来看马雅国权益台湾话后来，因为汉人哦，拢入来台湾啦，就是甲迄个。大陆遐福建附近遐像遐人讲的话吼，像客家客家人的话啦，是讲咱迄阵讲上济当然是漳州啦漳州甲泉州迄个所在厦门啦，厦门话，因就用遐个话，因为遐个话就是遐个人拢搬过来去台湾所以你若要找台湾话甲厦门话是共款的，较早共款，目前是无共款的。今仔日毋是叫做厦门话咯，今仔日叫做台湾话，因为已经无共款。马来西亚的人嘛是会晓讲，伊嘛是会晓讲即个话。对你得爱写你的字啊。目前咱写是台湾话的字吼。马头音第一章第一节。拄则咱读个西拉雅的话是安尼讲，咱来看台湾话安尼讲，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马雅国翻译的。马雅国是后来的英国第一个入来台湾。英国咱即摆是讲毋是荷兰英国是已經經過200年後來巴克的翻譯伊第一站安尼翻譯阿伯列罕伊是安尼翻譯大衛的後裔，耶穌基督的族譜，伊才翻譯做族譜迄個馬雅國翻譯做家譜家譜啦伊翻譯做族譜族譜。不管安怎翻譯，總是咱知影這就是台灣話。真若老咧，就知影講較早就是安尼講話。像新港門，咱即擺去看一個新港門咧，伊個 HIVI， 咱會曉講這就是魚米嘛。魚米 HI 就翻譯做魚啊，BI 就是翻譯做米啊，HIVI 就是蝦米。咱即擺講蝦米，就是新港門講，就是西拉雅人講魚米啦。差不多。新港啊，中華新港講米線，因就迄陣就講米索啊，
啊，因讲的话是米索啊，这是台湾较早的话啦，上早的台湾话。啊，咱即摆讲米线，啊，伊较早新港语就讲米索啊。所以咱知影讲一个牧师，还是讲一个宣教师，伊愿意牺牲伊家己，因家己国家幸福就走去伫偏远的所在，伫咧无开发的所在，互人欺负，甚至互人拍，有哪时忍来伫遐甲因教讲恁着爱安怎做安怎做，佮甲圣经的道理甲因讲人得救的道理，佮报因知，人会当得救，这是耶稣基督差派每一个属于的仆人的到每一个所在福音，这是大的使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宣教好，咱今日讲到这。真正是真好毋嘛是，其实咱基督教毋是咧叫人，就是爱去信耶稣，甲人进电动啊无就会安那以前的人的印象拢是安尼想，但是其实宣教士伫台湾做足侪代志的有人有物件食，来个帮助人生活我嘛做好奇的，就是讲迄个马来西亚因为我即阵看咱伫线上的朋友明辉梅秋因为马来西亚因是安那，因嘛会晓讲福建话，应该是讲叫做因是讲福建话吗？因嘛听有咱咧讲话，咱后一摆请伊来讲看觅是安那来的所以咱的文字真重要会当安尼记录落来，真欢喜。就是讲台湾话真重要，你一定要用罗马字写，若无你用汉字无法度保留，你个声音一定会走去。就是感谢即个李丹丽牧师，即个牧师呢，因为较有即张话较有即张图对吧？即个肖老师。台湾较有做者水牛啊，较有做者水牛。阮甲会当甲水牛算做伙。真正迄细汉的玩具，毋是玩具啊恁的宠物对吧？宠物就是阮的宠物对，阮细汉囡仔是个宠物，因为阮会当徛踮伊的脚趾，互伊行路啊，对无？像坐车安尼坐咧，互伊行路。真趣味，我细汉做欣赏人会当坐伫牛顶悬的来个有迄册什物课本册顶悬拢有画迄水牛，即阵较少较少看到这好，安尼所以真多谢老师甲咱介绍第三个宣教士嘛是对咱的语言做贡献的嘛是对人的生活做贡献嘛欢迎你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10泰国7:10个继续来听台湾的故事，做伙来讲故事嘛会当来讲你故乡的故事分享，互阮知影什么伊讲等下乱讲，不要紧你就乱讲，我嘛毋知影咱去问看觅恁的爸爸妈妈是恁的恁有阿公阿嬷佮有弟的人是为虾米你会晓讲即个话因为历史好安尼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大家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大家平安。平安。